来看位伫屏东的潮州铁道园区是台湾头一个铁路维修的观光机场。去年底开幕，今年的迄热拜六礼拜拢有开观光列车。对于潮州站到南丰小站往回票价是定120块，也毋过有民众就认为讲定价伤过贵啊。台伫潮州铁道园区去年底开放，累积入场的人数超过20万。暑假期间，就未少家庭的游客来参观。本来厂内较提供予台铁人员上下班坐南丰小站，对7月8号开始试营运，变做新的观光支线。来回潮州站票价120块，不过有民众认为票价较悬。120块呢，实际上是包含了一个来回的一个车资。然后呢，还会依照限定的时间，会有一个限定的一个赠品。像最近天气很热，然后就是会有一个价值90块的一个气泡饮。比较台铁目前6条观光支线，滨溪线、集集线和台湾线，一日票转票80到95块；沙仑线、六甲线路程较短，一抓上济15块。潮州到南丰小站无到2公里，票价120块。不过业者和台铁解说，铁道园区专属的观光列车是台铁规划的路线，不是按照每公里费用来计算，包括导览和礼品以及铁道园区入门票的优待。列车上跟进到园区都有专人来做导览的一个服务。那在整个铁道园区呢，也充分展现台铁的一些铁道文化的一个特色。来这边走走，才花个120块，应该是可以了。可以就是单车票的一个费用。其实我是觉得说，如果这样的方式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愿意就是买车票进来。大部分的民众会当接受票价，不过有人建议会当单独卖车票，还是单程票。厂商表示，试营运期间会将游客问题向台铁来反映，正式营运的时阵会尽量改善。记者李小文、赵冠屏东报道。